How's that？又到了吃爱尔兰传统菜的日子。今天选了一家叫做 Hester's Golden Eagle 的餐厅。进门先看一下今天的菜单先。OK， 无论吃什么，一定要先点一杯 Guinness。我点的是培根卷心菜，配土豆泥、南瓜泥，还有薯条。挑战一下爱尔兰很流行的一个游戏，叫做 Split the G。规则就是喝一大口 Guinness， 顶上的泡沫可以刚好把 Guinness 这个单词从中间分割开，就算你赢。舒服晒。